今次我哋嚟到黃大仙上村睇呢個2房1廳嘅單位，靠門口就係入門鞋櫃啦，中空位就擺咗媽咪中意嘅公仔擺設，另外一邊就做返個餐邊櫃，入邊收埋張餐台，夠晒隱形慳位。儲物櫃已經滿足咗收納功能，咁電視櫃就可以簡單啲，矮櫃骨自又整潔。跟住入去睡房睇下，細房就做咗上下床，仲利用埋窗邊位置做書台添。最後嚟廚房睇下。全部家私睇晒啦，如果你都有需要，就 PM 我哋睇更多案例啦。